中华县政府第二办公大楼的头前有设免钱的电动奥多摆的充电站，煞互人摕来充手机的电脑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这个充电站是电动奥多摆专用的，帮民众得爱珍惜公共资源。中华县政府第二办公大楼头前有设免钱的充电站，是电动机车专用的临时充电站。但是有民众伫网络反映讲，伊的电动机车要充电，插座煞互人占用去充手机的电，害伊无通充电。记者实际来到现场，虽然无看到占用电源的情形，不过有民众认为，若是电动机车专用，就无应该摕其他的物件来充电。伊的使用上就是要用这款的。 你就是用这款来使用，这种车这种来使用，唔好参差在一起啊。县府社会处、劳工处甲户政所拢伫咧第二办公大楼，来遮办代志的民众多，有袂少时段甲行动无方便的民众是骑电动机车来的。为着配合环保减碳，嘛互民众方便，才会设电动机车专用的充电站。县府表示，一楼户政所都提供手机充电的服务，千万唔通占用电动机车的充电站。我们会立即过来做劝导，那我们也会加强宣导哦，民众要使用责任。这个充电站是用电动汽车使用的。使用者如果为目的外之使用，就属于未经过设置者同意的使用行为。那这时候会构成我国刑法第323条之窃取电能罪。有律师提醒讲，使用者若无经过提供单位的同意，就伫专用插头充其他物件的电，是违法的行为。另外，中华县府表示，稍后嘛会加强宣导，希望民众珍惜公共资源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